往咧都係可以話係超班馬嘅九江女子龍舟隊，今年咧有2個不同嘅贊助，參與咗2隊，但係呢2隊幾乎咧都係完全係化晒佢哋嘅國際隊自賽賽事。見到而家係唔係話淨係贏1隻龍，大家可以慢慢計下若果贏幾多嘅話，第8戰同第7戰2支隊都係屬於來自九江女子龍舟隊嘅成員。首先衝線嘅7號線，星河灣名門世家南海九江女子龍舟隊，8號線係南海英皇九江女子龍舟隊。暫時都係即將衝線啦，4號同5號咧，結果應該輕住少少係5號線嘅，5號線嘅道快可以。Let us know when we're gonna get our drinky on. Yeah.